弟弟。
喜什么？此修也好，此修自下也。丞相，老爷总的都是此修，身体很全了，就当再片刻。老爷从前到了这里当人，我也常常想着你。女儿啊！要丞相为的女儿好生共同，只有不争私兵之词，从中得当丞相。禀老爷，小马齐配，是人。家中一切老夫人了，老爷是同意，宋老爷，老爷表弟，这下可可了我。丞相，先生就要来了，你我快快用功就是是。先生来
听，比例而言，要小父母进士长。还有女子要生要提点珍珠，有酒菜要请先生吃，对吗？是指可教也。请陈先生教诲。这在讲的事情，可曾做做？少女做到了，欢欢自居在后，自自鸟了，少女君子好。哪个要你陪？做到了，还请先生讲解。你一声，你听着。关关雎鸠，这雎鸠字是一种鸟语。关关是鸟叫的声音。哎，先生，这鸟为什么要叫？这鸟又是怎样叫的呢？女子小不如此，方为无用，今后不顾他意。这雎鸠鸟因心系友情，共而配合自守，窈窕淑女，是美貌言情的女子。君子好逑，是由君子好好的去求她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哎，先生，好好的君子为何要去救一个女子？想必不是哪个多情的君子来救你这个窈窕淑女呢？放肆！口出秽言，把你站在门外，面壁思过。我只好到御花园去游玩一玩。先生，一次恰恰一生一次，烦请先生把事情大意教导一番。你一声，你要用心听着。人若今思君最佳，于风于花一生一家。妃子得意坐到，归国之中入风家。要知道，样样事情三八品。
小姐文章，千朝你从此。我去当在片刻，你被小姐用功读书，功课完毕，方可回来。此前还不怕谢姑先生？谢姑，小弟，谢先生。哎呀！老母的，老爷去，老子最好。哎呦！你这为师终身为母，你真可是死。我去了嘛，老爷去，老我就死。他要你用心读书，也是为你好啊。哼，人家说是为你傻，你不说我儿去都要。只把自作精心肯心压抑，不能看对那送来出去。
好端庄，万佛尽是好文章，谁留一字情深长？请小姐第四一首表情长。马思芬今日所思到，情爱情意万重长。怎奈身为怀门女，难以被兄为离他。婚姻是父母子，父美不争，争恨杀。落了一丝表心意。神官大娘宣布亲家女，高花还
恰是奈何梦1万钱，东在我是红日，我叫一声是发片，小姐原来多用功，是我今日少见面。莫非团圆后花园，莫非偷安发人面，叫不念狮子多，老爷这问我真最待我交出丞相，本国就近。丞相，丞相，丞相。
一日去了，他是在六子十月他要我留意的是表心情，每日为真定远门，以为是花美却用下去，不断的纷纷落花情。梦醒，灯影光，你来吧。留下心
内臣自此。小姐，你这都是来预约，这被老爷知道，又要这张丞相了，他真是我的心事啊！小弟，不要伤心顿叹的了，今个老爷就要回府，还是快回去吧。小姐要生给是先生也同了，都是都报十里家教，请先生不必介意，先生请别此事。女人。女儿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母亲，女儿心出外门，心不愿走这次。都是你这丫头，竟归引小姐到花园里来！这是小姐，这是小姐心出外门，丞相也对她给到那种爱重善心，这还是第一位呢。难道你还想再来？丞相又不归了。我定要送送这当于你。老夫人饶命！这原是你的不是，谁叫你私引小姐下来？弟弟，少了丞相这一位吧，女儿下次不来就是。女儿，非是为母逆礼，女儿家要做不出回报，死不提真正，这了人的称光，岂是女儿家少得的？女儿今日先是啊，凉风阵阵，当心冻出病来。丞相，会不会带小姐回吧？是。小弟上去吧。老爷，请。
心中烦闷不已。表弟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表弟牙记好了。草叶碎林，意义不好，我心中的伤痛。丞相，我们再去御园吧。不，表弟，看你虽然这等模样，怎能再到花园去进入风吹雨打？不信，请小弟带你看一遭。我终于压掉身在花牌桥，但是福音里去又是比下。是
是什么设置？那月嫂夫中秋佳节。昨夜曾
娘心。
小母不要生在园中，恰是为何？对，我倒要进去一观。青蛙标，梦中今生常常在，梦中家里生意妙，事情果真这不巧，是梦是真。唉，难分晓。去偷着笔，有一时痛，不知道写什么。谁歌啊谁歌，小声听了叮铃姑娘。请那是多发之辈，就可就难哦。不得。露出一对小灵波，不觉插着蔷薇红。哎呀，庭妃是非怪事意，只嫌别别相让我，难怪上我上来是该宫里头写梦。又不得了，世上我在狱中才会走，却在流鼻长眉多，让我愿为狱中写，真的深入家用痛。不是官员，又不是丈夫，生前哪有这等家里哟？
下去过。越看越觉面色，上面还有小事说哈，说一声就去了。情多分明是女装，原官是在是非仙，他念得忙算公康，不然没表三流兵，这不然没比三流兵是何意思？没边流边意，世人难猜破。梦想起，梦中是女一个女，我爱人军队一卡终身头，分明是美人真用是挖个留人情下人梦。小姐，多谢你的一片深情，失去我留我们来到园中，喏，相守之相有了。去到高阳有生之内，能生去外国，咱们自在也不只许官上之位来。吕相公也已建好，你这万不为王啊！我正要为王，是他你就来了。相公，你刚才还好好的，为我金宝上街，声音传对啊。没有啊。哎呀，我看你呀是有食粮了。食粮？哎，对，食粮啊！切！吕相公，吕老太的杀苦的，民穷生日有多的，机关养兵刚记好，有冤有备公安领，金袍上肩身转斗，言语自无暗无人，万事在亲，神在良，儿子东乡把真，哎，阿弥陀佛。
刘师兄，请。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李师兄身体可好？我老先生歇休日了早一些，本想登门道谢，怎怪老先生光临。奇怪奇怪，方才听说到过演讲，说刘师兄有受风寒，不知风寒？对，列官不是不必讲也。岂能杨勇学为小病不医，大病却苦？来，等我为你斟上一抹。有病岂能记医哟？没有啊。来。哎呀，毛儿姐，下你得去。是啊，我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哎呀，而且晚上水传的病死不起。是啊，恕我不安，失之无礼。刘师兄，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！就这老先生教诲。待我为你开方炸药，等会接你送来。有赖老夫子了情。好。刘师兄要平时下念，清心寡欲，保重。宋老夫子，保重。宋老夫子啊！哎呀，西西被他看出破绽，总算把他送走了。趁此时无人打扰，待我打开瓦肚，只需摆上一位。对。
小姐问你的是不在眉笔，一在流笔呀，爱是决心把流眉将可惜呀，可惜，只可惜呀，小姐发中何知情，怎用水情生巧在天。小姐呀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可知我自卑心上了定力大。即使不能从王中来连头，青鸟算是把心大。小姐，怎不在眉笔，在流笔？小生我已在这里了。小姐，小姐呀，小姐。
情人我与你生死两茫太不知何时能外避了情。他年这么算公堂，果然没比谁留比。我的小姐，城里半路才是喜你送，我在句句听来泪在襟，终是离娘不依君，生死一地，恰同心。死生我却是万能算是生，莫非惊动画中人？小姐，你在哪里呀？可是你才小我。月明风清，思别情。但闻夜曲飞山城，这口苗风案，小姐她怎会来念？在心更苦尽，去下苦冬，最
10岁呀？是。哦，这般时候这么晚会有人到此？对，一定是石道哥替我送下来了，待我开门。是他，是他，没有人，又是我听错了。小姐，小生又以为你做众人来了，秀才，小姐你，秀才，你早晨的时候，我已不请示尽了。原来是此。我们小姐深夜到此何来？实在闻得东乡传来层层呼唤，故而前来探望。原来是我惊动了小姐，而是3位。请问秀才，这话中之人与你何亲？他是我是设下梦寐已久、千里寻访的终身伴侣哦。请问秀才贵姓他名？小生刘梦梅，果真是刘郎寻我来了。秀才，你可认识我？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年大把帅公开？不才美的才留的，秀才，你仔细看来。哎呦，我的好小姐，我说是你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千夫万万该生了，苍天不为有情人，不怕我千里迢迢把你找，总怕那今日名为一桩山，身关小姐一片情啊，留下的是将我等啊，刘梦梅生死不忘梦中事，愿小姐昔时有来再做喜情，早日见圆满。秀才。
小姐，明天我就去托陈老夫子辜负旧情。小姐何难也之言吗？请问虽然你这张长用从何得来？花园之中，他无实下。这他父这般，还有何问？60岁岁老内出养，这每日只想你，乃是3尺孤坟。虽然我来分中顾问。一病不起大中去，问归王家台才下。那女虽小生而死，小姐许你为我死，我不生情死情亡，阴阳不能生贤侣。梦在流年要永留，待我碰死了你的问题，也可保你为我殉情自尽啊！
媳妇快点上，明日来我传你知，莫嫌人少外闻香，轻轻却吐。去此事后做盗贼，可是哪里去找侄子开门下？现在这里。是乃华人所成，现在千万不能失落，没有此想定为生父亡了。小生一定投人报仇。娘子留啦！哎呦！大胆狂贼，尽管在文官出这种勾当！开门，开门！有人来了，事情我不怕了。娘她进来，结果我这是花氏娘的夫人。居然我要娘我见过！开门，开门！我还是暂时离去的好，免得多生是非。这样也好。开门！刘郎，天明之前你一定要来，一定来。开门！梅花案结束，才知你貌似善良，耐人影响，尽管在此世上女子，老夫子息怒，若上这有事，就老夫子承接。啊，我要我承接。好，让侬安抚他谁来承接你？走啊！若上也真想去侬安他谁夫成亲，成亲。生什么亲啊？若生是侬安他谁同胞的苍龙快去！你莫非疯了？非但冒称官亲，而且还胡言乱语。你可知他虽小姐肚里呀，早已死去。老夫子生在可以死，死在可以复生啊！此乃情之所终也。谁要听你的胡言乱语？走，见官去啊！明日乃是中秋佳节，又是我们祭神，领导本前自己才是。唉，家门不宜，插翅翠丝。
我女儿倒也死得可怜。丞相，丞相，明日乃是小姐吉日，你可曾早早准备相助？丞相早已备好，小姐生前带我亲自去买，喜可望为。老爷，丞相，明日到故里，一同前往小姐门前自己。禀老爷，沈师爷那夜死神前来，请老爷放龙。一个死神，那死神我推不言落语，他是臣子老爷的。这，为什么不讲下去？老奴不管这个。老爷命你讲，你就答。老爷的乾隆花絮，你什么？她真是老爷的女婿，他官臣。我此狂生竟为戏弄老夫，与我打进来。夫人请为必了。东翁就是这个皇生，他我都知道了。大皇生，你可自认？4月里刘梦梅，乃是老丈人的门婿啊，何谁自有？自看我有你老花青thanh松，我口里可以轻调红。你凌乱我若动，你妈不要怎能死龙宫？开荒道杀空文，有道理你不难。我晚亲眼看到他对着我疯疯癫癫，满口胡言乱语。对呀，老爷让不休，小婿有话为凭啊。这岂不是小女的话讲？怎会落到你身？老爷，老太山，请听了。那是学有什么用？他不是别个参用，在我问下一空，我也把小姐来进宫。清风明月亮金身，山门。
小婿女随进啊！哎，是你的岳丈，丫头下去。老爷子，就算要判人，也要等小婿递过这次发文下，果真救不了小姐，再判不是。岂能用你无中必为，法相遂了。老爷子，此小乃的华人所事，共能起死回生啊！压了下去。天哪！没有这次发文下，小姐就难以复生吧。老爷，细查书生情意真，岂不下龙剑上凶神？女儿梦中托婚姻，是不听其缘分，天作成。老爷，本人此生言真假，明日正好吉相陪，古筝算少滚天地，小姐为生西瓜那更天成。我们都在生死百问所荒诞，怀龙岂能第三门？总在我儿能不诉，怀门真造。臣可以推将老门开，是何人救我出家？昨天恭送进儿花园，妾身安然共居在心内。这位弟弟为何得救小事？我是董小姐生前侍女冥婚成乡，站在天堂的言道，能娶小姐复生，故而娶你，我是当真能娶。哎呀，陈小姐姐，这次发文下已被那狠心的老爷拿去了，叫我是何救啊？相公不惧，丞相臣这就好了。对臣下千万言，统领下对自己下。叶妈妈想问何此去？
秋。